很多望天日，爱从事时间，爱是动好看，台银下出一道西菜经过火炉变成好食的料理。剩下的时间，爱是为自家下出生米煮盘，出众的时间，爱是做出一种种的盆菜。所以爱各种先接触餐饮技术课，因为爱发现也是爱的兴趣。我希望有一日做得成为一名专业的大厨，用更好的料理，让每一位食到我做出来的菜，全做得到满满的幸福感。呀，喺新中央的高中从用技术课的实习教室，对料理充满热情的王天妮，当年就伫大间实习教室来来去去，各种做厨的事宜。虽然才1年生，不过佢欣赏的成功态度，也是当有才情的哦。婷宜的话，我们从1年级跟他接触以来，就发觉他呢在餐饮方面非常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天分。学习上面的话呢，他会比一般学生呢更进入状况。然后呢，他也对自己呢的自我要求非常的一个高当我们可能讲这个菜可能今天的一个水准到这样子就好了，他呢还会呢精益求精的去再把自己的一个水准呢提升上来。阿婷妮对自己要求很高，同幼的身高有一层的关系。阿爸阿媽係富僑的客人，雖然2、3年都有識條路，不過斯泰尼留下來嘅田地，但係日都3萬做。阿婷妮每每從細就看到嘅，唔單止會聽書做田色，還對工作人辛苦種出來嘅食材有同層嘅感情。我條嘅細細成咁樣煮啦，你看到我煮出來用嘅時啫幾百千就興起啦。嗰嘢禿過咗就其實家是香港嘅禿，嗰種嘅煮出來該可啦嗰啲還是冇分，因為叫嘅興起係做西餐人一直盡量配合比數咧。你希望兩百幾出社會都出頭啲人係西餐人依家講用還是好咧。阿婷妮帶定阿爸鼓勵，同自家對傳承客家菜嘅目標。NTV 安排嘅貼新竹關係一定有名嘅客家傳統，來做廿8天啱嘅素菜。傳統嘅天意推頭家有水銀，你會對頭多面作出從專家嘅角色，為阿婷妮深入了解做傳音業嘅真實情形。我們客家族群，過去一直遷徙，那在遷徙的過程中，他們因為攜帶方便，所以衍生出很多醃製的菜，然後還有不要浪費任何食材。那這幾個精神都是客家族群他非常重視的一個精神。我覺得一個廚師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技巧，最重要是一個態度。那如果你今天做到一個領頭的廚師，那你的所作所為，其實底下的人都看在眼裡。那你要怎麼去跟他配合？嘿，那態度是非常的重要。有氧態度結天的溝通，我希望看定木下中的番薯來做電路的阿婷妮，接下來咪會用清好的態度，好好來學。你有請問你係手調教嗎？係啊，我來自虎橋，我地下讀新豐鄉的榮德高中，我今年係學生，我來你傳統學煮食學料理，我今年在我文化中的番薯來幫你。哦，新豐你啊？唔係。來，先跟你說明一下哈。做廚房這條路很辛苦，醜話先說，真的不輕鬆。如果你散散漫漫的話，那裡面就可能你會待不下去。好，那我帶你去準備。好。其實啦，調教嘅提倡嘅就係食苦兩雜事，也係所有將行業職場嘅人應該記得嘅正確態度哦。身為一個專業的廚師，我們要先從基本功開始。那洗碗是一個最基本的功。然後她叫 Christina，
好，你跟他介绍一下你自己。 I like you meet you. Nice to I meet am you are 黄庭义。 How nice to meet you to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Nice to meet you. 你去老穷下天数哈。好好好。看起來阿婷嘅英文有人會好好加油哦。呀哈，沙地見來見去同佢之接觸，喺講基本嘅英文溝通都有問題，對職場嘅發展你會有影響哦。你寫好愛用哪片？ What? I don't understand. 你寫好愛用哪片？ Do you want to use WC? It's over there. 以前談唔是愛出來講嘛㗎？你說什麼？冇 ，I'm beautiful。 Oh, thank you. 我看过一本书，是一个日本的作者写的。他那本书就是把小事做好，就光凭洗碗好了，你怎么把一个碗洗得干干净净的？因为做吃的最重要的是卫生，那在这个小细节上你都疏忽掉了，那以后再承接一些比较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你有可能会疏忽更多。所以洗碗这个是一个基本功的训练。来，体育，你那边弄完了，来这边学这个怎么包。好啊。用这个拿豆腐，然后再拿一些花生粉上去，还有这个。鴉片菜按照黃泡豆腐片，係用豆腐、皮蛋飯豆粉、肉糊、鹽絲葉同沙拉醬調出來嘅。對做出有煮食基礎嘅阿婷兒來講，其實係易簡單。不過行較重要嘅係，佢總算做得行業做下，天天學做嘅。像廷义他现在来这边学习嘛，那我其实就想要考验他说对食材的了解度、掌握度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就出了一个考验，让他能够去就分辨食材。没想到，小哥，哎，我菜準備差唔多誒，拿埋個東西嗎？那你去拿胎蟲。太重，好，我請一下。你拿这什么东西呀？太重啊！胎虫，这本长，你不是餐饮科的吗？这基本知识你都不知道吗？老板叫我拿一盤豬腸，可是我拿錯了，老板就罵我了。可是我覺得這是我該學習的地方，因為我不懂。啊，你還嬉皮笑臉呢？啊，這個很基本的東西，食材這個東西一定要分清楚啊！我們在忙的時候，沒有時間去管理這個東西。如果你炒作的話，我出去，客人又要退給我，那成本那些這些都是浪費的，懂嗎？懂。給我去重拿。好。冇想到阿婷兒竟然連太長半長都搬唔出來，本頭家媽咪應該嘅啦。唔過咪咪也派搬唔出食材，開記本頭家腳出做下，出家俾我輩聽數餸菜。怕人啲心情唔係好，沒有可能對作詞要按到買嘅菜唔係意料嘅，開記見眾多，人下要對佢냠嘅。應該是需要再改進，因為沒有面帶笑容，好像看起來給我們看起來好像不怎麼舒服這樣子，不夠親切，好像那個薪水沒領到。我今天在餐廳當了外場服務，上菜的時候，客人反映跟老闆反映說就是我的臉很臭，然後我就自我檢討一下，要怎麼做。然後讓我的臉會面帶笑容，然後讓客人感覺我是一個好的服務生，這個是很大的重點。然後我也一直在去練習，可是我想說，因為我將來想要在外場當服務生，可是經過今天的打擊，我還是要在家裡多多的練習。連登兩敗內外場嘅打擊，阿婷兒咩都無心無想，對自家很敗想為行嘅創業嘅路。未越來越冇信心咩？見啲順風點點嘅看嘅頭家，
懂了解阿婷姨也係感受，隔天帶佢去目報後，可能會青多年的好食的關鍵。你知道怎麼控制成本嗎？唔知誒，你在講係嗎？身為一個廚師，要有無限的創意，就腦力激盪，創意出你自己的一個料，那成本抓在250塊，你去試試看。啲傳統背後嘅含義呢，順來可會買嘅好食的補呢？仙草雞是我們餐廳的一個重要的招牌菜，仙草雞也是最重要，也就是仙草嘛，所以接下來我們會帶婷宜過去我們倉庫看一下。來，這個仙草是我們關西坪林地區採買的，那邊是關西仙草最大的產區。你睇仙草新鮮的咩？下好咩？這個仙草要放，它的味道比較會出來，會比較香，比較濃郁。仙草我們採買回來，我們都會放在我們自己的倉庫2年到3年才會拿出來使用。重要的是它在熟成2、3年熟成的時候，會讓它味道更濃郁，好。然後這才是我們仙草雞比較重要的一個靈魂所在，所以新鮮的基本上我們是不採用，將會浪費食材。好，啱啲嘅。原來啊，仙草雞嘅好食，就係對啊看起來無乜嘅特別嘅仙草乾來嘅，油頭價當很高，很高級，按樣嘅保關係仙草雞哦。來，首先仙草。進來，這個雞肉半隻，我們一次都用半隻。那這雞肉我們有特別挑選過，這是防土雞，因為肉雞它的肉質不好，那土雞的話它要燉很久，它肉質好，而且成本高，所以我們就用中間的。鮮好防土雞，準皮好食，用幾包2點鐘，加強鮮噴的仙草雞。食起來甘甜又清爽，嗰度調解整菜，阿婷姨調意的甜音，學整家當當。是講聽講伊大嫂行一天調解去市場買東西嘅，阿婷姨所說嘅包條嘅，就會有精神來面對聽講伊的新挑戰咯。像我們現在，我們餐廳都有在推食材在地化，那它是一個規劃，就是不要超過30公里以內的產地。那對我們餐廳在使用食材上面會比較新鮮啊。那這個傳統市場它都是在地的食材，就是這邊的農夫種完就種在這邊賣，所以他們這邊的東西都比較實在。比較新鮮，像這本地的，我們就挑它形狀漂亮跟它的光澤。那雖然看起來醜醜，但因為它都是本地出產，那它的品質吃起來是口感會比較不錯。你知道怎麼控制成本嗎？唔知嘅，你在講係嗎？如果今天你要買的話，你會買多少？如果它便宜的時候，便宜。那你今天可能只要5顆，你會只買5顆嗎？啱唔啊？因為啱是用到50年啊，啱是啱賣50號咧啊。可是這個東西可以放啊。那如果5顆是比較貴的價錢，你是不是要買1袋？單買的零售跟批發就會差別，就差很遠。所以餐廳不能用零售價去進貨。我學到了，老闆跟我講說，成本是很重要的，要怎麼挑新鮮的食材。可是在學校卻不知道說要怎麼看新鮮食材，老師也不會教說那個食材要怎麼去估它的成本要多少。所以來了這家餐廳是我第一次到市場說
要怎么学习食材的成本、食材的新鲜，这今天是我最大学习到的东西。田店调价去市场卖盘，竟然还好嘅到用嚟控制成本。其實啦，也唔單止去做調價手嘅關係咩，咪係大家啲傳統做生意人應該向下來注意嘅。做到傳統調價後嘅阿婷姨田店太廚師來攞店行1.多人買嘅老豬腳哦。来，廷义，我们来这边，现在我们把猪脚给排好，我们就开始卤。哎，你下咩卤过的卤汁的吗？是的，这是我们店的那个老卤汁。哦，不要看它脏脏的，其实它是经卤了20年。哈？安球啊？对，没错。我们现在来做这个动作。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排我们的猪脚。椰木糯米是喺老天台調價從入到件，當年老豬腳嘅錢把路保留下來哦。也咪喺調價限時間下，過年過節將食嚟到嘅客家好米絲，大白佬都會加啲嘅東西來調味，安尼將保證大鑊豬腳都會攞到件頭要香噴噴嘅。来，廷义，小心哦。好。廷义过来，这就是我们招牌的猪脚，你闻看看有没有？很香哦。你想吃吃看吗？还蛮想的，可是可以做得行吗？可以啊，试试看没关系。吃起来口感跟味道如何？猪脚吃起来很香，又很甜，在嘴巴里20年的老卤汁都散发在嘴巴里面，还有一种淡淡的茴香，很幸福哦。冇唔錯，有20年嘅糯米攞出嚟嘅豬腳，唔是講咩一定好食，唔過啊。後伊嘅調價要做為另外一出1.3嘅好豬腳，也是喺韓卡有客家精神嘅創意招牌菜哦。招牌炸豬腳推出已經在餐廳已經好幾年了，那這道菜到底能不能定義成客家菜？其實我蠻苦惱的，一直到去年有認識一個交通大學教授林崇偉教授。那他來跟我聊天，我們才知道說，哦，原來這道菜它有客家的精神。好，那原因是這樣的，就是古早時候豬肉一次是殺一整條，沒有辦法1、2餐就把它吃光，那又要保存，又要保鮮，然後又要讓這些種田的男人回來吃飯是美味的，所以吃慣了滷的、汆燙的，那客家媳婦就很有智慧，把它用炸的，就是剩下的食材，然後變換一種口味，然後炸豬腳就這樣延伸出來。看到調價按從事客家文化傳承，又按現同人分享店行各種招牌菜嘅主食優良，看起來學到當道嘅阿婷姨，你應該來點一下嘅，賺天之價學到按到嘛嘅了。怎麼辦？走對嗎？走的啊，走的啊。真的嗎？我們就出一個考題，然後創意出你自己的一個料理。好。因為身為一個廚師，要有無限的創意。那裡面的東西都可以讓你用，所以食材啊，你要看你怎麼結合，調味料你都可以用。那成本抓在250塊。好，這樣沒問題啊。沒問題，沒問題。我想到這道菜，想到快破頭了，我都不知道該怎麼控制成本，然後又要控制價錢，還要控制食材料理的時間。突然，我靈感一來了，就想說用我家鄉自己帶來的地瓜作為料理的主食，這真的是讓我解脫了一個很大的困難。對。想到用故鄉嘅番薯來做主角嘅料理方式，阿婷姨田田就開始煮，
也反思係最代表嘅係佢規模卡人散忙打拼嘅精神。韓國唔是幾多錢，應該克服得到調價對家私嘅要求。唔是講還會加上學教學到嘅調味配色，還有也兩年喺傳統看到學到嘅創意想法。相信阿婷依按用心，聽錯會做出一品色香味都有，調價未千萬意嘅創意客家菜喲。我是用我们家乡的地瓜来做这道创意料理，里面内馅有虾仁、香菇、菜脯、青、韭菜、芹菜，还有地瓜馅。地瓜我是把它拿去蒸，让地瓜的香气出来，然后经过最后组合，然后再煎个蛋皮，然后把它包起来，很像个福袋，让客人感觉不一样的料理，不一样的享受，然后还有视觉的享受。今天我做了一道创意料理，带有2种调味料，一种是荆棘，一种是芥末，不知道老板会喜欢哪一种，所以我为老板献上了福客金祥。好，那我来试吃一下哈。好，来，我先试那个极酱的口味哈。我再试另外一个口味。试吃完哦，觉得还不错啦。那只是因为这个寿司，这寿司它比较属于像凉拌菜爽口味用的寿司。那因为你里面有放了地瓜，那吃起来它在口中是比较有粘稠的感觉。然后吃起来，它就没有那么爽口，但是它的客家元素很到位，那味道非常到位。那这个成本的控制还有口味，其实还 OK 啦，算不错了。那你要加油，这条路才刚开始而已。希望調價也容易照顧喺做生產好多動作的東西，希望你。廷义，有一些本质，你的本质算非常不错，你只要再坚持下去，保持这样的热血、热情，你以后的能力还有成就会不可限量，真的是祝福你，加油！也容易讀傳統學到動作東西，學到學唔到嘅東西，除了將學到咧，從內從到外從。學愛學到愛冇學過嘅事情，非常感謝調價本愛禮拜嘅機會，來機會傳統學做菜，愛一定唔會辜負調價對愛嘅希望。